有风声讲，总统蔡英文落任进前会特赦前总统陈水扁。总统府今表示，目前的立场是确保陈水扁的健康，而且依照法规来办理。学者分析讲，就算陈水扁予人特赦，依法也袂包括天性的死案件。 传出总统蔡英文伫5日空下任进前，可能特赦前总统陈水扁，副方提起回应，希望确保陈水扁健康照顾依法规办理。总统府现阶段的立场仍是希望能确保陈前总统获得妥善的健康照顾，并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办理。我们目前都完全没有接收到任何讯息。法务部表示，无来自府院的有关消息，也过甲特赦有关的业务拢在处理。有关的保华手机的陈水扁暂时无相关回应，也过拄好早起伊伫社群发文，无烦恼调查野大，相信台湾人民是政府上大的靠山，也有伫总统府头前比爱心的黑熊相片引起联想。请先向国人说明清楚，到底陈水扁前总统他的相关的罪行是不是已经承认？ 以及他相关的在审理中的案件，是不是应该先做3审定验，而不是一纸特赦就可以一笔带过？我们没有任何的讯息，这也不是国会的权限。我们尊重总统的职权。你要卸任了，你才要提这些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那到底原因何在？应该要把台湾人民讲清楚。 陈水扁因为龙潭买地8案、南港展览馆贪污案、陈敏芬买官贪污案、二次金改、关大变腐化等4案，共判20年定案。国务机要费案，因为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国计法修法，将国务机要费杜罪。陈水扁2022年获判免诉，有案有4案也未升格。前总统府公文案、陈敏芬买官洗钱案、台北地院裁定庭审；二次金改国台变细化案、高诉规正案，高院裁定庭审。 而且分析，就算陈水扁得到特赦，依法也无包括庭审中的4案。特赦的话，原则上面来讲，基本上是免除其行为原则。例外的状况，你也可以免除他的罪。哦，就是说他不只是不用执行，连他的罪我们都把它宣告这是免除的。那如果没有宣告这罪行的话，看起来并没有在我们赦免法的这一个标的里面。 陈水扁5月15日才拄啊通过第38摆延长保华救济，伊是伫2015年因为破病核准保华救济高达。当年台中监察要求陈水扁不就台、不演讲、不接受访问，甲不把政治的事务原则。也毋过2016年开始，陈水扁就一直有违反事务原则的情况，包括出席加达橄榄基金会感恩餐会，2018年参加陈致中选举员的造势也上台。接受认为，产经新闻专访2019年透过面册。 新勇国务记龙雅皮听立委候选人去年5月初2，陈致中因为洗钱案被判1年留家，陈水扁就把去开刀替后生请愿。9月18，佮到东吴大学演讲，蔡总统敢是会伫下任进前特赦陈水扁，外界高度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